各位香港老友記，我係導遊黃小肥，今次帶團嚟到潮汕玩3天，從香港西九龍出發，連續坐咗2個幾鐘頭嘅車程，嚟到第一站潮汕。首先嚟幾道開胃小菜，有涼拌海蜇頭，1人1盅紅燒海參鯊魚皮，潮汕生腌魚飯任你食，仲有粵式燒味燒鵝加叉燒、老火靈芝湯、白切清遠雞、酸湯魚片、5仁豆腐、香脆南乳骨、榴蓮雞煲、港式辣味煲仔飯、原味竹蔗蝦、避風塘蜜豆、煎釀尖椒、馬油黃腳臘魚飯、乾煎青鱸魚、水煮牛肉、鐵板燒豬雜、炸薑黃花魚。大家啲餸啱唔啱口味啊？最後仲有糖水雙皮奶、楊枝甘露，樣樣齊全，超級豐富。食飽飽之後，我哋嚟到龍湖古寨，呢度係明清時期潮汕好有名氣嘅富人區，成個寨有100幾十座豪宅，標準嘅3街6巷格局。歷史上出過56位進士舉人，當年係潮汕好旺嘅商埠重地，而家已經改造為特色旅遊景區，入面仲有超多潮汕特產可以買返去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又到達呢條有100年歷史嘅商業步行街——汕頭小公園，係國內保存好完整嘅近代騎樓群，格局好有特色，每日都吸引咗大批嘅靚仔靚女專程過嚟打卡留念。晚黑我哋入住喺澄海自選假日酒店，一入大堂就見到充滿設計感嘅動漫主題擺設，格調新穎時尚。入到房間舒適雅致，仲專門配備咗功夫茶具，隨時可以嘆翻壺靚茶。有興趣嘅老友記，歡迎私信查詢詳情。